并且顶头的卖酱业的班主林如虹进前有亚康进口两个问题，不过伊尾啊对我表示伊受人恐吓，结果即马案情大逆转，检调是查出涉嫌甲恐吓的一个姓柯的嫌犯，其实是伊的老朋友，佮那亲像是国民党的工作人员，所以规个事件那亲像有可能是自导自演。对此，国民党是回应讲，谴责任何港骗的行为，嘛支持检调移送法办。因为林如虹在当时有上前立委黄国昌的直报，指控讲伊互恐吓，而且佫讲较好。黄国昌昨昏伫面册表示，看到这个新闻了后，带一条随传信息去问对方敢若甲应讲这是真的，并无加做说明。若涉案这个姓柯的嫌犯是对我表示，伊是受林如虹的指示，所以专案是向恐吓罪嫌扩大侦办。伫仔日半暝啊2点10分的时结束审问，法官是裁定这个姓柯的嫌犯受押禁见。让林如虹即马因为人伫国外，所以也无到案。专案小组讲会2天才团里去说明。